讲一嘴思念的茶，配一片故乡的话，用上亲的母语激出生活的甜。欢迎收听《故乡生活台语诗》。拄着你，看白灵溪西山迄时，雄雄等着你，心噼扑跳，牵动着梦中的情思，毋敢问你的名，脑海中刷起着你的形影，想你。想你，搁想你，想到毋知几时暗暝，想到无力喘气，想到人麻痹，想你，想你，搁想你，敢会使互阮搁一摆拄着你？咱今仔日故乡生活台语诗第115集，欣赏的是嘉义的韩文老师伊所带来拄着你。所以今日邀请韩文老师来跟咱分享伊创作这首诗的背景甲含义，也有这内底台语文的用字。这首拄着你是有一摆我去梅山乡的太兴，遐有一个叫做卡云山庄去遐看风景，去遐佚佗。无意中呢，看到足侪白灵溪咧西山，有够水的。这白灵溪毋若西山，伊是足侪，而且排队排甲足整齐，伫遐咧西山。阮是一大群朋友做伙去遐看，大家拢看足美足欢喜的迄是毋是讲不管是去遐拢有当看到白灵溪咧西山，迄原来是好运啊，拄啊好因伫遐咧西山啦阮其中有一个朋友阮是咧看白灵溪西山，伊煞去看到一个人，阮看了伊甲我讲一个故事，伊甲我讲。看到其中有一个人，看到的迄当时，迄个人含伊目睭拄相对，迄当时，伊心肝都爱切一个，伊讲，即个人，互伊看到，敢若讲，迄个眼神敢若是，哪像捌熟悉，毋过，佫想无是啥物人，伊就讲，即个人，反正是。前世记忆，反正是前世含伊有足深的缘，所以讲伊看到讲迄个目睭对目睭相像的时，伊是安尼足感动，心肝皮肤彩，伊就感觉讲牵动着伊即个梦中的情绪，敢是伊前世人的爱人啊。拄着你，这个拄着要哪写？这个拄，手字边，搁一个主人的主，叫做拄。什么叫做拄着呢？拄着就是碰到，我在路上碰到某人，安尼叫做拄，若这个撞着，和拄着无共有一点差别，撞着。手字边，搁一个同调的同，叫做撞。撞到是什么意思？是无意中去遇到，无意中去遇到。这个拄着，比如讲，咱两个都有熟悉咱两个去某一个所在小拄着，安尼叫做拄着。咱两个无熟悉，无意中。
像即篇诗内底讲，雄雄撞着你，即撞着表示因两个是较早无相捌，雄雄目睭相像的时，迄阵，这是无意中遇着，这叫做撞着。这首诗内底所描写的白灵诗，伫咱台湾是相当有本土特色的一种真类，经常伫咧田园内底甲咱做伴。说入去，咱邀请家己的文史专家黄德英老师来甲咱分享白灵诗的囡仔歌。白灵诗，伊拢是伫即个田园内底，像咱嘉南平原所看到，你若毋是条工走去到东石布袋七国这所在遮海边看到的吼，伫较即个田园看到的白灵诗是黄头的，咱咧捧田咧大规模的捧田吼，白灵诗就来遐找迄个汤拖咧食吼，迄种黄头的较济。你一般白头伊嘛佫有分品种吼，所以分或者是较大的、中的、小的白灵诗。伊最主要是伊的毛规身躯白吼，行路咧叮当吼嘛，感觉迄姿势真优雅。伊主要是食鱼虾即类的，伫水中遐咧叮当。若即咱嘉南平原的，即平原区的吼，伊就毋是啊，伊就是食这糖、分享即类的咧生活的啦。白灵诗过去的囡仔，真爱看嘛，嘛不时咧看到的吼，伫草地所在，伫咱细汉生活的时阵吼，都是不时咧看到。看到这白灵诗吼，所以看这就自然咱甲念出歌念出来吼。伫咱台湾这种白灵诗的歌谣吼，伊各所在会无共款，但是大多数伊拢总是大部分相共，因为这种民间的这叫做歌诀啦。那用北京话讲叫做歌诀啦，唱歌的诀窍，歌诀吼，这歌诀啦吼，白灵诗的歌诀啦，就是囡仔歌啦吼，自动咱家己的民间文学的一种，就叫做童谣安即类的吼，咱用即个话直接甲讲翻译就是童谣即个物件。咱台湾的白灵诗的童谣内底咧讲白灵诗吼，上界底吼，各所在哦，对到有中部南投地区，到南部的东石海边吼，因念出来拢共款哦。伊上界底白灵诗叫做白灵诗，担本机，担到溪仔墘，抹一倒，捡到一只老鸭母。无几句，足简单的所以囡仔大家都足爱念安尼。另外白灵诗较长的，咱若去采路去问到迄个老阿婆老阿伯吼，年岁7、80以上吼，因了去个白灵诗就讲，你若用遮正底咧念互伊听，讲毋是安尼啦，白灵诗爱安尼念啦，伊就换伊念互你听，伊就念讲白灵诗担本机，担到溪仔墘，抹一倒，捡到一仙钱。买大饼分大姨，大姨嫌无活，苦鸡苦狗来咒抓，咒抓无斗五婆，五婆去做客斗大伯，大伯去卖龟斗姐夫，姐夫去卖纸，斗来斗去斗着我，害我心肝扑扑单，家母换鸡卵，鸡卵会生卵，有米兼有饭，有正长的白灵诗的歌谣，这种歌谣是足特殊的吼。即摆嘛，豆无当听人会晓念即种古早歌谣咯，这是足无彩的代志。想你，想你，搁想你，想甲毋知几时暗暝，想甲无力喘气，想甲人麻痹，想你，想你，搁想你。敢会使互阮搁一摆拄着你？咱今仔日的故乡生活台语诗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韩文老师写诗，黄德英老师讲解自然文史，洪昭文吟诗，查某溪电台制作，公司主持。非常感谢你的收听，咱后一次再搁继续空中再会。